哎，奶奶，50斤鸡蛋送得来噻，出来拌一拌呢。奶奶，炕也夜里向来拿得来，再养脱个。奶奶，死人来了！哎哟，太别的忘记脱，是因为身子个两板挺开嘞。啥物事？鸡蛋皮，当然。侬在早上吃啊？这头子会变形噻。啥地方你最欢喜呢？哎呀，那是大条讲，还不当你忙鸡蛋皮管？你是半年分来看搿男只娘？你讲我忙上次管，你视力不来看我，还是你最欢喜我。啥物事你都看看吧。现在一让三人起来呢，手里还有米；一让男人看得起呢，手里还是还有米；一让自家对得起自家，手里更加还有米。退休工资3千菜，鸡蛋皮毛得再黑，顶多2个号头，为10个号头拿赔，占冯玉记个大头。现在讲，乃是护士不等300里外。现在呢，我辣海一家食品厂做销售，你到那专门申请各式各样的面条来，还有汤底，来一看看。现在讲黑天在，乃是鸡蛋帮碗。还是预制菜的肉是与现菜的嫩啊，还是预制菜的花仁与现包的鲜啊，还是预制菜的排骨与现成的菜啊。哦，那谁的嘞？现在大多数侪是新手专人，你倒贴得出个屁啊！你厨师也翻用在，汤翻硬在，菜也翻毛在，吃也翻切在，汤也翻大在，连着马上翻一倍，与同里当了一篮菜，那好。现在这样你瞪得小，瞪发水。滚出去！连这里也切光你都管你到啊！你搞不起来，人家现在鱼也吃预制菜的。你说哪根葱？哎爸，你还是忙忙鸡蛋皮吧。